全城熱話風之分辨一事又有新進展啦，一直都係得霆鋒講冇柏芝講，今次佢哋就各出奇招，一個感謝柏芝依5年嚟嘅付出，另一個就話對方唔係一個好爸爸，玩到咁盡，實在係想挑戰大家嘅底線啦。有消息傳出，其實係因為霆鋒想借柏芝喺飛機上撞到陳冠希嘅事做導火線，鋪排依一切都係想逼柏芝提出離婚咋。於某日前，有一位自稱柏芝好友 Yuki Lee 嘅文章就幫柏芝嚟個大反擊啊！內容係指柏芝一直啞忍霆鋒喺出面對自己所流傳嘅不真實傳言，一直咁忍都係唔想投家散咋。終於喺柏芝沉默咗24日之後，終於忍唔住話要爆大鑊啊！首先就係喺微博向霆鋒發出大反擊啊，指霆鋒先係向查小欣放料嗰個。同時更力數霆鋒6宗罪，實行話霆鋒唔係一個好男人、好爸爸咁話。兩個上年嘅感情仲好地地，但係情況就急轉直下啦，令到而家外間開始揣測佢哋兩個關係只係靠2個仔嚟維繫。霆鋒更發出聲明，會親手處理呢場風波，停止外間嘅所有傳言啊！話俾大家聽，有一個肯定嘅答案咁話，事情咁峰回路轉，我諗如果你要知道真相嘅話，真係要繼續追落去啦。